就有注意到了，这个可以移到中间来一点，那个光片，就可以移中间来，不然我会挡到我们后面3位美女，我都看不到她们的脸。可以往中间一点比较好。对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美美的脸哈，就不会有人被知道。好。前一阵子我们都知道有世足赛，世足赛其实它还有一个跟它重叠的一个新闻，跟足球也有关系的，就是在泰国有一群足球少年，他们被困在一个洞穴里面。有人知道这个新闻吗？知道，好，大概知道了哈。他们就是有一群有一个足球队，少年足球队，他们很好奇他们里面当地人的睡美人洞，他们就很好奇，想要到那个洞穴里面去探险。他们就勾结他们的教练啊，教练我们去里面探险，好想知道里面是怎样。好啊，然后教练拗不过他们，因为教练其实跟他们感情都很好。拗不过他们的情况下呢，就带着他们进去洞穴里面去探险。那个洞穴弯弯曲曲，然后又高低低，上下。当他们一路往里面探索的时候，就没有发现，外面的水势啊。可能有下雨吧，还是怎么样？就是水势就淹起来，把他们的回头路就淹没了，他们就回不去了。好，于是就开始在里面等待救援，然后最后好几天过去之后就救出去了。好，这件事情的起头是一群少年想要探险，这件事情的结局就是他们很顺利的被救出来。在这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当中，其实有很多，我们细细去想。有很多小小的循环，有很多小小的开始跟结束的循环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开始跟结束。第一个，他们兴奋探索，然后发现，然后他们想要回头，回不了头，回不了家，那是一个结束。他们被困在睡美人洞的那个洞穴里面。这个小循环带来一个这样子的结局。这个结局呢，当他们碰到了这样子的困境的时候，该怎么办？教练就跟他们讲说，现在要冷静，不要慌张，因为泰国他们有那个他们的信仰，就是他们可以打禅啊、静坐啊，这样类似我们现在的祷告。以我们的信仰语言就是说，好，我们赶快坐起来安静祷告，那等候。那在过程当中呢，这个教练呢，就带他们往更高的地方去找那个岩石的那个滴的那个渗漏水，因为淹起来那个水太混杂，没办法喝。毕竟没有食物，什么都没有带，没有食物吃，至少要水喝。好，这是他们很冷静去面对的一个新的一个挑战，就是一个开始，这是另外一个循环的开始。他们冷静，稳住阵脚，耐性等候，在洞穴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他们耐心等候，这是另外一个开始。好，再来一个小结局，就是突然有人发现他们了，这是一个算是快乐的结局，有盼望的结局，有人发现了。好，那在这个结局呢，又带来下一个循环的开始，就是他们要怎么出去嘛？因为那个人是潜水进去的，他们要潜水出去，因为潜水没有那么容易，不是你今天教你潜水你就会潜水，而且他们已经在洞穴里很多天了，没体力，因为很多天没吃东西。你还要体力潜水出去。好，另一个开始呢，就是要等待救援，等待更多的时间，他们的外援进来，先把他们的带一些食物进来，让他们开始有体力。好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有一个救难队的队员不幸罹难，因为他在潜水的过程当中好像氧气不够，然后就是可能有一些突发状况让他没有办法反应，然后反正过程当中他就死亡。这个不只是带给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都是很大的震撼。外面的人哇，那这下怎么办？到底是要再调整、改变作战计划、救援计划？那里面的人呢，突然听见这种噩耗，可能也会觉得那我们被发现了，还不见得能活着出去这样子。好，又是一段旅程的开始。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许许多多，在我们的出生到死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循环。那在这个很大的循环里面，有许多的小循环不断
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被累积出来的。好，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是第7章的8到14节。8到14节跟从第7章的头第1节开始，其实是一个循环。那8到14节算是第二个 part， 第二个部分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循环，第1节。第1节说，死去的日子强如他出生的日子。出生是人生的起头，死亡是这段人生最后的一个结束。死亡这件事情，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会激发我们人类很多的潜能。当我们发现自己快要死了，就像这些救难队员，平常可能还不这么的沉静沉着，可是，一旦发现这件事情要活下去，就怎么样？就冷静，不能慌张。好，以前不曾有过的意志、潜力都会在那个时候激发出来。每个都想我要活下去，所以现在要改变，我现在要怎么样？好，我们无法选择，无法控制我们什么时候出生，我们无法控制我们会碰到怎么样的情况、突发状况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万事的起头，但是却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训练自己，调整自己，来面对这个事件。我们可以训练自己，调整自己，面对可能有的结局。所以，死亡之所以可以强如出生，就是因为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被试炼了，已经被淬炼了。接着第3节，圣经说：“忧愁强如喜笑。”我们如果有跟着新眼光进度，所以这2段经文应该还不会太过于陌生。他忧愁强如喜笑，忧愁为什么强如喜笑？可能很多人看了这段经文会觉得，好像怪怪的，这个圣经怎么讲的，好像怪怪的。忧愁让人懂得思考，懂得亲近神，依靠神，更仰望我们的上帝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经由智慧人来对我们提醒，对我们勉励，甚至于责备我们，让我们发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，让我们可以调整自己，训练自己来面对这个困境，突破现况。所以忧愁让我们知道人的有限跟上帝的无限，懂得谦卑观看上帝的作为。像上个礼拜我们建成篮球队2队，我们都知道打了一场很好的比赛，虽然输了，但是我们都心里非常的，并不被输球这件事情打败，我们依然非常的喜乐。当然，我们没有人愿意输球。当我在参与一个比赛的时候，大家都想赢。日光之下的胜利是很吸引人的，想要赢得胜利是一个起头。这个起头激励我们训练自己，培养默契。如果这个训练是我们可以定睛在日光之上的上帝，这个训练是一个正循环，而不是一个互相比较的那个负循环。所以呢，这个胜利，想要赢得胜利是一个起头，这个起头是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因着更羡慕日光之上的胜利，在训练过程当中，生命渐渐的成熟，那么输赢不过只是一时之间。我们要知道，输赢不过就是那短短的一时之间。可是这个渐渐成熟、正确的生命态度，就会让我们一生都有益处。所以不管最后无论是输还是赢，日光之上的胜利，日光之上的结局都一定强过那先前的起头。因此，在这段经文的后面13、14节那个 PPT， 信宏麻烦你放一下第13、14节。好，13、14节这里讲说，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结论。他说：“我们要观看上帝的作为，因为上帝让顺利跟患难都会同时发生，一并发生。顺利有时，患难有时，赢球有时，输球有时。顺利的时候要喜乐，患难的时候我们懂得思考，就是要人懂得敬畏跟谦卑，因为我们的骄傲常常会让我们离开上帝。”当我们有一个新的旅程、一个新的开始，不管是新的工作，还是新的学期，
新的人际关系、新的事业。当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，我们会忘记自己其实是很有限的。于是，智慧人，即使是智慧人，也有可能会变成无知的愚昧人。是在读传道书的时候，我们会常常智慧有时，愚昧有时。为什么智慧人有时候可能会变成愚昧人呢？比如说，生意人，他有利可图的时候，当他有利可图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忘记初衷，他可能会忘记当初他该守住的原则，他就会做一些骗博，或者是做一些欺骗的一些事情。好，那原本心存谦卑的人，如果人不知道自己的有限，原本心存谦卑的人也可能会变得很自我，会变得很骄傲。比如说，有些我们在工作上从基层开始做，开始往上爬，主任、主管，各个阶层的经理、副理、经理等等之类的。我们一开始可能是心存谦卑，可是呢，等到我们爬到一个位置的时候，可能那个谦卑已经不见了。主管照理讲是应该要带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经营，可是呢，有些主管他自我，他骄傲，他自己抢 case。好，我是组长，我是主任，我还去偷抢我下面业务员的 case， 就开始变得自我骄傲。所以在箴言书，我们看是箴言书30章8到9节的时候，有一个智慧人雅古尔，他的祷告是这样子的：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使虚假跟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，免得我饱足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。”我们之前读过的约伯记，我们都知道约伯他有通过在顺境时的考验。他在他饱足的时候、顺利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忘记上帝。可是当突然那个困境突然临到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约伯就开始埋怨，说：“为什么上帝？你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些事情？你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？”他开始对上帝提出许多的质问，上帝却在最后才回答约伯说：“你可废弃我的判断。你岂可定我为有罪，好显自己为义？你在质疑我，就代表是我是错的，你是对的喽。你这样质疑我对吗？你显得自己为义吗？你有上帝那样子的膀臂吗？”上帝不断用他的创造来回答约伯，在最后约伯记的最后那几个段落，其中我不晓得大家在读约伯记怎么发现，上帝用他所创造的河马来回答这件事情。河马，好奇怪啊！河马，大家应该平常很少会见到河马。河马，上帝怎么说他的创造？在约伯记里面，上帝说，河马的力量在上帝所造的万物里面，它的力气是最大的，是第一大的。除非是创造它的，也就是上帝，除非是上帝，没有人敢靠近他，也只有创造他的上帝才敢拿着刀靠近他。没有人敢靠近他，他的力量是最大的。有一次牧师看到从网络里面看到一个动物的频道，刚好讲到河马。它的场景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一个水，一个溪流、河流。然后大草原的动物都会亲到水旁边去喝水嘛，止渴这样。就一群大野牛，它们就在岸边要喝水，喝的时候，那有一只比较小的野牛呢，来不及逃，因为有一只鳄鱼从水里面就这样冲上来，把那个小野牛的脚给咬住了。那小野牛当然要挣脱啊，往岸上跑啊。那鳄鱼当然要把小野牛往水里面拖下去做死亡翻滚。因为鳄鱼就是用死亡翻滚来撕裂它所咬到的猎物。好，就在这个拉扯，在水岸边这样拉扯的过程当中，一群野牛在旁边看了也不能怎么办。鳄鱼根本也不甩它们，它继续咬它的好不容易到口的猎物。就在拉扯的过程当中，小野牛眼看着它就要输了，它眼看着就要被鳄鱼一步一步的拖到水里面去。
突然发生一件事情，有河马从水里面接近鳄鱼。这个时候，鳄鱼二话不说，鳄鱼的嘴巴很大，然后又有牙齿，它二话不说就放开了，赶快跑。其实河马我们在一些童话书或者是动物园里面看，它嘴巴是很大，没错啊。我好像曾经看过一个百科的介绍说，河马是嘴巴张得最大的一个动物，可是它的牙齿不多它好像没什么牙齿。可是鳄鱼的嘴巴也很大，牙齿多，鳄鱼还怕河马。看到河马马上跑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创造，很惊奇上帝是这样的创造的。更多时候我们无法理解上帝为何让某些事件来发生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弄清楚这件事是怎样，为什么怎样。但是想要弄清楚的这个背后，其实说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要有所把握。我们都不想碰到失控的状况。有些人很怕小孩子，特别那种听不懂人话的小孩子，因为他们哭闹的时候就会觉得，好烦啊！你是怎样啊？肚子也刚刚吃饱啊，好啊，尿布也换了，我洗安装，为什么一直哭？那种失控的状况会让人不知所措啊。我们人其实很怕碰到那种失控的状况。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13节上面说，上帝要使它变为弯曲的，谁能使它变直呢？如果上帝就是要让这个场面失控，谁能使它变直呢？最近牧师有去探访以诺的妈妈，以诺小朋友，我想我教主日学的小孩比较认识，以诺就是以勒的以以诺从小他有癫痫，他在3岁的时候，他的发展又比较迟缓，他的成长是比较迟缓，他有癫痫，他在3岁的时候大发，就癫痫大发，就更严重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以诺的妈妈那天跟牧师传道，还有去探访的同工分享说，其实在过程当中他非常的痛苦。不只是面对自己孩子这样的情况的痛苦，另外一个痛苦是来自于周遭的朋友，因为很多人都给他建议，非常多的建议、偏方，什么都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人甚至说因为怎么样，所以怎么样，来怪罪到他的头上。所以那种压力，那种身心灵的压力，不只是自己内在，还有外在的压力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可是这一路走来，他就说，这个事件让他学习放下、放手、交托。好吧，我就把我的脚步放慢。他说，当他愿意放慢脚步的时候，当他愿意配合以诺，而不是一直要求以诺来配合他的时候，他发现了许多生命当中的美好。他说，当以诺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，他就非常的开心。这个开心可以让他持续很久很久。我们就是太正常了，很多事情我们认为理所当然，所以我们的小确幸这么难去找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小确幸。当我们处在一个弯曲崎岖的道路上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其实真的是有限的，我们就会懂得谦卑忍耐，变得柔软，变得容易调整自己，接纳当下，懂得在逆境中仰望上帝而站稳的这个结局，就会胜过我们自以为该如何的那个起头。通常我们身体有状况，比如说运动伤害啦，或有一些病痛，我们会知道说，可能知道原因是什么，但是医生会告诉你用这个药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，可能你必须就是要怎样的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了然于心，知道这个情况可能没有办法医好，那这个时候会怎么办？和平共存吗？
我们只能跟他和平共存，不然呢？像传道他之前很早以前他有耳鸣，他形容自己耳鸣的状况就好像有交响乐团在他的耳朵里面，比如那种声音，那种背景音乐，然后以至于他有一些音频他听不是很清楚。医生说做了很多的检查，然后医生说啊，这没有办法，吃药也没有什么用，你就跟他和平共处吧，你就当做背景音乐好了，这么好，每天都有人演奏交响乐给你听，免费的，这样，不然能怎么办？我们就只能接纳，跟他和平共存。好啊，那现在我们在教会，我们都是有限的人，我们都是有病的人，因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。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病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，我们需要这位医生。请问，我们都有病，有些病可能也好不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限制，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改变。我们知道有些人讲半天他也是那个样子，或怎么样他就还是那个样子。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改变，我们也不应该对自己有过多的期待。就很多事情我们一直都在懊悔，一直在懊悔说啊，我怎么又同样的错我又犯？啊，明明我就知道那样，但是我就是奇怪，就是做不到。同样的错误不断的在发生，我们不应该对自己有过度的期待，也不应该对他人有过度的期待。过度的期待是什么？什么叫过度的期待？过度的期待就是超过上帝计划之外的期待，就叫做过度的期待。因为如果连上帝他都无法用他的话语，无法用他让我们在团契当中彼此的塑造，无法用环境来磨练一个人，去改变一个人，或者是说上帝就是要这个人这个样子，上帝使他变为弯曲的，谁能变直呢？上帝使用义人，也使用不义的人。身为有限的人，我们如何能测透上帝的计划？所以我们应当放下不合宜的期待，因为不当的期待是自私的，是骄傲的，是有控制欲望的。最近有一部电视剧，它的剧的标题是“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”，也就是说，他是要奉劝，透过这个电视剧奉劝这些父母，你不要想要控制你的孩子，因为你的孩子不是你的物品，不是你的孩子，你就是引导他、协助他、帮助他，但是你不要控制他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，每个人都要自己与上帝面对面。我们总要保守自己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我想在大家都知道说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会听到、会发现，某些人会对其他人的言行举止会做一些讨论，很有兴趣，就某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啊，某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啊，好像怎样啊，怎样，会讨论这些事情。特别是有一些人的言行举止超过他能够接受的范围的时候，哇，他就非常的会提供自己的意见，或者是对他人评头论足，因为他不想面对失控的状态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即使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起头，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怎样的状态会突然跑出来。即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起头，但是我们要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。有限在哪里？我们人的有限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欣赏每一个人，我们没有办法看每一个人都觉得哇好棒好棒哦好赞好赞哦，哇做这个真不错，说那个真好，没有办法啦，我们没有办法对每一个人都抱持着欣赏的态度，就好像上礼拜不是有说，有些菜我就是不爱吃啊，
我就是不爱吃青椒啊，看到青椒我就怕死了，我就是不敢吃闻到芹菜的味道。这就是人的有限，怎么办？今天我们如果一个肢体、一个手受伤了，然后没有办法好，我剁掉说我不要它吗？不行啊，还是在我们身上，然后变天了，它就会酸痛酸痛你也得接纳它。它让我们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也得接纳它，它就是我们的肢体，它就是我们的肢体。我们必须要谦卑，承认自己的有限，接纳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接纳主内的弟兄姐妹，谦卑顺服在主的大能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胜过起头的那个结局，有一个日光之上的结局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被调整的不一样了。可能你看他真的是很讨厌，你真的是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调整，我们必须调整自己。当我们可以接纳他，没有说一定我们要心灵诚实嘛，没有说一定要说假话，说明明就是不喜欢，还要故意讲说不错不错，不是要让大家虚伪，就至少接纳，至少我们懂得接纳，承认说好吧，主啊，我认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他有好感，但是求你帮助我，不要每次看到他，我的心情就被影响。冲突有时，和平有时。当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的时候，因为教会是个有机体，生命总是会起起落落。我们有时候会灵性比较好，有时候灵性会走到低谷。我们都会讲，每一个人都一样，所以我们都是生命有起起伏伏，高高低低 ，OK， 在所难免。我们总是要提醒自己，常常提醒自己，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。也警醒自己，不要那么玻璃心，那么容易就被影响。不要因为别人怎样怎样，就影响了自己，无法定睛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。在约翰福音的最后，约翰福音最后有一段彼得跟耶稣说的话。彼得他很好奇，耶稣他所爱的一个门徒，最后会怎么样？他的未来会怎么样？因为在这之前，耶稣已经告诉彼得你会怎样怎样的，那彼得就很好奇，那他呢？那个人呢？那个人的未来怎么样？耶稣怎么回答他？耶稣跟彼得说，他的未来如何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只管专心的跟随我。别人的生命会怎么样？那是在上帝的手里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我们只管专心的跟随主。我们的信仰是否能不被环境影响？我们每一个阶段，生命当中每一个阶段的结局，是否能赢过它的起头？求主帮助我们锻炼自己，不要总是把心思放在想要控制别人，要环境来配合我们。即使一切都失控了，我们也要持续保守自己不失控。我们要持续保守自己，仍然在上帝的里面，只管专心跟随我们的主。我们要带进永恒的，到底是金银宝石的生命，还是草木合结的生命？是日光之下，还是日光之上的生命？我想答案在大家心里已经很明显。接着我们要透过这首诗歌《避难所》来唱出我们对主的渴望。我们一起起立，因为在起头跟结局的过程当中，的确很不容易。当有一些困难，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合理、无法想象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很焦灼、很痛苦，因为这个世界让我们很想有所控制。这个世界让我们很想靠自己的力量来胜过这一切，但是环境又告诉我们，真的很难，很多现况我们很难改变。我们是否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安慰、得到安息、得到力量？我们的主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我们要一起来向我们的主唱一首爱的歌。求主的爱帮助我们
下去。你向你唱首爱的歌，每一天每一夜宣扬你恩典与怜悯，让世界知道你拯救我。擦去过收回过去，赐给我新生命。主，我永远不离开你，唯有你是我避难所。你的圣灵居住在我心，一生要紧紧跟随你，每一天我要更多亲近你，渴望能见你面，依偎在你怀里，我一生永不离开你同在。我心因你改变，我不再像从前，不再像从前。我向你唱首爱的歌，每天每一夜宣扬你恩典与怜悯，让世界知道你拯救我。擦去我收回过去，赐给我新生命。主，我永远不离开你，唯有你是我避难所。你的圣灵居住在我心，一生要紧紧跟随你，每一天我要更多亲近你，渴望能见你面，依偎在你怀里，我一生永不离开你同在。我心因你改变，我不再像从前，我要更多亲近你，渴望能见你面，依偎在你怀里，我一生永不离开你同在。我心因你改变，我不再像从前，不再像从前。亲爱的父神，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避难所。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现在正面对到了一些困难，我们正在拉扯，我们正在跟这个世界来对抗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。当我们好像那个小野牛要被鳄鱼给拖到水里面去，要被吞吃的时候，主啊主啊，你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。主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慈爱的，你的避难所常常时刻刻为我们敞开。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到你的里面，当我们在危难的时候，能够进到你的里面，重新得力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爱
前。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爱我的父上帝，感谢你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，帮助我们不再像从前，帮助我们在每一个不如意的起头，都能够仰望一个日光之上的结局。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靠